今日喺東區無敵烈日帶大家睇一個萬億嘅央企項目，冇錯啦，就係我身後呢個保利天郡，依家都係現樓嘅。呢個樓盤呢，佢嘅最大嘅特點呢，就係佢嘅地段非常之優越。佢呢個位置係屬於中山市旗江新城東區經濟總部最核心嘅位置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家門口200米就係地鐵站啦，去中山北站同埋中山站高鐵站都係5分鐘嘅一個車程。另外呢邊個教育配套非常之齊全同埋優越，佢個家門口呢邊就係屬於國際雙語嘅貴族學校宏科未來學校。呢個學校係由從幼兒園一直到高中嘅，前邊300米嘅距離就係松苑小學、中學，都係屬於省一級嘅公立學校。下邊帶大家欣賞一下呢個6.5萬方嘅園林環境，更加係港人至愛嘅屋苑啦。呢個樓盤隔籬仲係1000畝嘅人才公園，所以呢邊嘅環境綠化、住家氛圍都非常之濃厚嘅。仲有下沉式嘅會所、私人廚房，呢邊係健身室、恒溫泳池、瑜伽室、書吧一應俱全啦。而家帶大家睇一個89方嘅示範單位，呢個戶型呢，佢係3房2廳2衛嘅設計，非常之實用。戶型佢呢邊係整體朝南向，視野超級開闊。前邊就係貴族學校宏科未來學校，佢由幼兒園一直到高中嘅。往前少少嗰邊係松苑中學、小學，所以如果小朋友喺呢邊讀書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呢邊入嚟有3間房，呢個係客房啦，隔籬有個公共衛生間，然之後過來係一個兒童房，採光亦都非常之好。呢邊主人房做咗一排大衣櫃，係一個套房。採光都特別靚仔。各位總裁，睇完呢個戶型覺得點樣啊？佢依家在售嘅面積有89方嘅3房啦，107嘅4房，118嘅4房，仲有150方嘅超大複式同埋178嘅大平層。而且佢依家搞活動可以做到低首付再送24個月嘅物業管理費。有興趣嘅朋友快啲 call 我實地睇樓啦！